人要上水哦，是即台船较大的吼，较大卡迄个洗身躯用的，这个木桶，一般是就人用这个。但是要上水下底这个木桶下底一定是安怎，嘛是重啊，甲箍起来，啊无水过头。但是真正讲土地桶，就是讲。这木桶的下面呢，伊并无物件，对于这个看过，当看出到对面啊，这个叫做土地桶。啊，为什么上中内底要讲这个土地桶？就是形容着咱人这个意见，心中无有任何我上、人上、众生上、受者上。所以叫做把它叫做脱离桶。所以意境就咱先就拄咱讲天将有水